取消強積金對沖嘅機遇。由2025年5月1號開始，香港嘅強積金對沖機制將會正式取消，無論係經營企業嘅老闆，定係受僱嘅員工，都會帶來深遠嘅影響。對僱主嚟講，取消對沖之後，遣散或者裁員時，將唔可以再用強積金供款嚟支付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。呢個意味住企業需要額外承擔成本，亦更加需要提前做好財務規劃。對僱員嚟講，意味住當你離職時，屬於你嘅供款將唔會再因為對沖機制而被扣減。所以喺離職時要確保公司根據新法例支付應有嘅補償金。特別要留意嘅係，為咗減輕僱主喺取消對沖後嘅財務壓力，香港政府將會推出補償機制，但相關細節暫時未完全公佈，需要持續關注。不過，從長遠睇，政府推出嘅補償計劃，頭9年將會提供較高比例嘅補償，之後就會逐年遞減。所以，盡早了解點樣善用商業理財產品，唔單止可以平衡呢個政策帶嚟嘅長遠影響，仲有機會提升企業吸引同留住人才嘅能力，反而變成一個新嘅機遇。